先生您好，请坐，请问贵姓？你好，我姓张。先生你好，请坐，请问上相。你好，我姓张。先生你好，请坐，请问上相。你好，我姓张。哦，你是在竹科工作，最近回来务农，张阿公的儿子吗？你就是在竹科上班，最近站來工農，張阿伯嘅女兒係麼？你就是在竹科上班，最近站來工農，張阿伯嘅女兒係麼？是的，就是我。好多年不见了，变得好成熟呢。係啦，就是我。好多年冇認到咧，變甲一太人款哦。係啦，就是我。好多年冇認到咧，變甲一太人款哦。今天你要辦理什麼業務呢？今晡日你愛來辦乜嘅業務呢？今晡日你愛來辦乜嘅業務呢？上個月我和父親買了一塊土地。上正月我老我爸買一塊土地。上正月我老我爸買一塊土地。今天要來做實價登錄申報。今晡日我來做實價登錄申報。今晡日我來做實價登錄申報。哇，買土地最好。俗話說，看人面不如看泥面。哇，買土地最好。人講人人面，唔懂人泥面。哇，買土地最好。人講人人面，唔懂人泥面。那你的申報書資料都填寫好了嗎？還沒有。今日嘅申報書資料全寫好嗎？還忙。今日嘅申報書資料全寫好嗎？還忙。有帶身份證跟印章嗎？有帶身份證老人了嗎？有帶身份證老人了嗎？有，這是我的身份證跟印章，麻煩你了。有，你係我嘅身份證老人了，麻煩你咯。有，你係我嘅身份證老人了，麻煩你咯。我來協助您上網登錄，請稍等。我來留意上網登錄，請等一下。我來留意上網登錄，請等一下。張先生久等了，這是您這次交易的資料。張先生，本日等按久哦，你係你禮拜9日嘅資料。張先生，本日等按久哦，你係你禮拜9日嘅資料。請您幫我確認螢幕上登打的資料是否正確。請你留我確認，熒幕登個登記嘅資料係唔係正確？請你留我確認，熒幕登個登記嘅資料係唔係正確？資料正確。好的，那我幫您線上送件。資料正確。好，咁我留你用名錄送件。資料正確。好，咁我留你用名錄送件。我會給您紙本申請書一式2份，其中1份請您留存。我會給你紙本申請書一式2份，其中1份請你留存。我會給你紙本申請書一式2份，其中1份請你留存。請您在這裡蓋章。啊，謝謝。請你在呢位證人呢？是夢。請你在呢位證人呢？是夢。這是實價登錄的應付文件，有關自然人憑證申請單位及問題。你係實價登錄該附嘅文件，有關自然人憑證申請單位嘅問題。你係實價登錄該附嘅文件，有關自然人憑證申請單位嘅問題。這裡有相關主管機關的聯絡電話提供給您。你答有相關主管
機關界聯絡電話提供俾你。你答不有相關主管機關界聯絡電話提供俾你。请您回去先参考这些资料。您晓得吗？請你zan扣先參考呢條資料。你哋麼？請你zan扣先參考呢條資料。你哋麼？有人因为没在买卖完成移转登记后的30天内申报，有人認證冇在秘密完成移轉登記後嘅30日內申報。有人認證冇在秘密完成移轉登記後嘅30日內申報。被罚3到15万元哦。还好啊，您已经来办理了。本計罰3到15萬元咯，佢真係要來判你呢。本計罰3到15萬元咯，佢真係要來判你呢。好的，我回去会好好研读这些资料，谢谢你。好，我暂後會好好讀呢條資料，希望你。好，我暫後會好好讀呢條資料，希望你。